朋友大家好，分享数款村民台飞，台湾一早没有抢美样则经济相关的项目，我哋6月20日同对岸抢美一个服务贸易协定，一个呢是ECFA后续的安度项目之一咯。还有我哋7月初10呢，也同纽西兰抢美经济合作协定，南北安尼的项目抢会引来引导，因为大家都想要消除贸易障碍，港面关税也到，如何想要拿到好处，咁也本人一些好处咯。一个服务贸易项目哦，谈起来同农业无关系，不过我睇下个西罗高菜市场路看得到，农业比一个仓储啊、运输、贵嘅物流都卖哦。其实农业也系有关系呢。故所呢，如有人睇少哦，一个服务项目对俺呢农业会造成过大嘅影响，系咪短暂安呢？马上去到节目现场来详细讨论。开会了！各位乡亲，欢迎来到村民台飞。今日村民台飞的现场，来到台湾的农业太阳园林咯。我哋呢现场睇轮杯，一张面呢乡亲怕会谈到几多嘅有关一个几多经济协议的名词，比如讲 FTA 啊、TPP 啊，像我哋先前的 ECFA 呀等喎。印度呢其实是得用一个 FTA 的概念，如系自由贸易协定，睇假如国同国啊，也算韩国泰嘅企业之间，睇假如希望讲一个。商品的交易是的，韩国自由，韩国利偏，故所路外本一些好处，唔本外一些好处哦。咁嗰当然如果想讲，我哋的农业会本人牺牲系么？会牺牲到用嚟嘅长途。我哋今日都系二来讨论也相关的议题，也非常感谢按道园里面乡亲同我哋傾下来讨论咯。接把下路同大家来紹介我哋今日的來賓，首先係農委會國際處嘅一個許桂生處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謝謝。接下來係雲林縣農業處嘅許永瑜副處長。主持人好，許處長、陳老師，還有各位鄉親、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謝謝。接下來係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內嘅陳吉仲教授。主持人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好。謝謝3位來賓，還有謝謝各位現場的鄉親。我相信哦，頭都雖然我哋講到有意思到一個我哋會受到嘅影響，不過呢詳細過來看我哋記者所做嘅報道，會先對一個一站嘅簽好嘅兩岸嘅服務貿易協議，對我哋會造成用嚟嘅衝擊來看起。做處理。最近多年來，政府當初嘅呢希望同世界各國來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嘅可能，增加引入競爭嘅條件，擴大台灣對外經濟嘅版圖。今年6月呢，台灣同中國簽訂嘅服務貿易協議，不過朝野沙對佢嘅衝擊和個影響講法切莫相同。落後新加坡、日本乃至大陸、韓國的程度是蠻嚴重的，所以我們很希望這一步呢趕快踏出去，不是為了兩岸關係，是為了整個的我們對外經濟版圖的開拓。我們擔心他會用FTA 一定要過，那如果我們不給他過就連帶的已經簽好的，包括台紐或者是台新這樣的 FTA 綁在一起。對兩岸簽訂嘅服務協議，冇地方政府會受其中嘅人民服務業和個倉儲服務業嘅開放，可能會影響到農產品嘅通路和個生產，破壞台灣原來就以為農業產銷內容。面臨競爭的時候，不要太害怕。我們台灣以往面臨過好多次這樣，連我們官員都很害怕。後來都發展，這是我們一個有利的因素了，就是那個刺激啊，使得我們更提升更快，那幾個行業啊，反正變成更強的競爭力了。開放爭有競爭力，對10年前嘅 WTO、6年前嘅 ECFA，一直到最近嘅服務協議，係咪以為台灣嘅農業爭取到下一道嘅行銷通路呢？冇啊，班上冇。喺哪嘅品質冇？咩，品質啊！以台灣嚟講嗬，你們無論乜個水果嚟講嗬，全世界啊冇白天就買白天嘅啦。咁啊講冇法度交通嘅關係，就以政府單位來同我哋輔助。或者講唔要嘅人才來打入呢個台灣嘅水果來打入嘅外關係。品質好要買唔會錯咯。政府冇想辦法百姓我冇辦法外銷啦。政府有法度減出呢個外銷線，呢個百姓可以有機會生存。
此有美味喺台湾一定要面对嘅竞争，使农为主嘅台湾农业按样嘅睇也从竞争当中求生存。外销的部分我认为签了对嗰款嘅本山市場可能有幫助一些啦但是都當作主要嘅市場可能還蠻有安尼嘅成熟度，所以外銷態度來講呢，我認為並唔是一個主要嘅市場可能日本市場呢比較成熟較有嗰款嘅價格是嘛較高特樣來講攏較有成熟嘅配套所以我認為市場來講認為要好好過來開發日本市場。未來農業唔會再個係單純嘅農業，開放自由多年係不得不面對嘅國際現況。未來無論我哋同萬年簽明碼嘅協議，政府應該先做好評估和個批圖，爭取日本政府嘅可以有年來安順嘅結果。我哋所都看到一個報道地報有講到，農民對一個服務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因呢受利其實呢6月24日的雲林縣政府6月24就先跳出來開了記者會。那大家可能會覺得服務業跟農業好像沒什麼關係，可是雲林縣政府就有提出他們的一些憂慮我們來看一個資料這個上面呢，我們有提出就是雲林縣政府呢，他們對零售服務業，就是服務貿易協議，它裡面有非常多的類別，服務業的類別。那主要縣政府提出是零售服務業和倉儲服務業，他們有一些質疑。那主要就是這幾個，就是擔心說，我們這個開放了之後呢，中國的會漸漸來掌控我們農產品的通路，然後衝擊到我們的農業產銷的體系。那還有就是進一步會來干預農民的生產，然後前置我們農業生產的計劃，然後還有就是會左右產品零售市場的體系和價格。所以其實我們在節目一開始就有提到，這不是說服務業跟農業就沒關係，因為整個的物流都會牽涉到服務業。那許副處長可不可以再補充，就是縣政府主要的這些疑慮，你有沒有要再補充？因為其實你說地方政府真的有跳出來講，其實也不多。那很多農民可能也會覺得這個影響應該不大吧？你要不要補充一下你們的疑慮？好，謝謝哈。那我想我們的疑慮最主要是說，因為我們看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哈，說實在的，我們也是在報章雜誌這樣看到了哈。我們地方政府以前也都沒有參與到哈，所以說整個的案子看到的時候呢，我們馬上縣府就召開內部的會議。那縣長很憂心的，就是說可能來講，因為很多農民都不知道這個嚴重性哈，就是說，因為雖然說他在裡面的話只有講到是畜牧業的顧問服務業而已哈，可是呢，只有開放這一項，可是我們細看呢，裡面還包括倉儲，還有零售業。那看到這樣子的時候呢，我們就會憂心，因為現在呢，如果說大陸的話，還要借由我們的通路，因為他們在台灣沒有倉儲嘛，所以說還要找台灣通路。如果現在在台灣也能夠設倉儲服務業的時候呢，他們就可以直接跟農民購買產品。那或許來講呢，短期來講，或許對農民是利益多的哈。如果說他們以政治考量，因為我們都知道說，我們跟大陸雖然說農委會講說外資，可是外資的話有很多的國家，可是我們很擔心的是，這個是中資哈，然後還有一些政治議題的問題哈，所以我們很怕是說，如果他們刻意操縱的話，到時候呢，他們可能剛開始的時候會以高價來收購我們的農產品。那農民呢，我們都知道，大概都做屌敵的哈，那因為他們也是想說，為了多賺一點錢。所以呢，他們會把那個比較高價賣給他們願意來買的通路商。可是呢，最後呢，他是不是先掌握了通路之後呢，然後他就來控制價格了？最後呢，跟我們農民是用契作方式。可是我們很怕的是說，到時候價格是隨着大陸在喊的哈。那我們原來的台灣的農業體系，我們有300多家的農會，還有就是我們有1000多場的合作社場。因為目前的話，我們的農民他們大概生產之後，有一種是直接銷售的，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有網絡平台。另外呢，到批發果菜市場去，那可是呢，還有很多是經過通路商。那我們就想說，原有的通路，他們透過產銷班、透過農會、透過那個
我们的合作社厂的。那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台湾的话是小农哈，而且就是说很多的合作社厂也打电话跟我们县府反映，他是说如果以他们的资金那么少的情况下，那如果说中资他们以及就是大的财团拼不过，对对，嗯我们就说类似像小虾米对大金鱼一样哈。那如果说他们中资引进的时候，把我们整个通路如果把它控制住的话，这是我们很忧心的。到时候我们台湾的农民是变成了佃农，我们是这么的认为的哈。好，那我们这样子的话，这是我们最大的忧心的地方。谢谢。谢谢陈老师，你觉得这个忧虑合理吗？这个当然是非常合理的怀疑。我用很快说明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哈。一般来讲，因为我们3年前才跟对岸签这个 ECFA， 我们在讲贸易自由化的时候有2个步骤，我们是会先叫做商品贸易自由化，也就是说之前比如说我们农产品有830样是禁止开放，那哪些产品是开放？一般所有的国家跟国家在讲贸易自由化的时候，都会先把商品的贸易自由化谈完之后，接下来才会谈所谓的服务贸易的这个部分。但是在这一次，他竟然把服务贸易协议的部分拿到商品的贸易自由化里面来先谈，那这个第一个就有问题。第二个，我们认为在所有，我想这个许处长应该待会可以补充，在所有的国家跟国家在贸易谈判的时候，一定会针对每一个产业做事前的评估，而且这个评估是让你在谈判的时候来当成是一个筹码，就是我哪些的产业该让，哪些的产业该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次的服务贸易协议根本没有做任何评估。第3个，因为这个冲击的层面，我想各位知道，我们开放的这64个产品所对照的产业的全国总产值有超过10兆，我们1年台湾的总产值才33兆，这次要开放的对象有10兆，那就业人数里面有将近500万个。他在没有做任何评估的时候，如果开放，那当然一定影响很大。我想这个是针对整体面，但是回到副处长刚刚讲，会不会对农业有冲击？这一次除了所谓的批发市场，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生产或者是零售的批发市场，它没办法进来之外，所有的零售、运输、仓储，它都可以开放。怎么样的开放呢？都是采取甲类的开放。所谓甲类的开放，就是它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设商业据点，它可以是合伙、合资、独资，甚至设立它的分公司。如果今天我是对岸的话，它背后的资本很多是他自己的政府在掌控，我就设立一家大的公司，把台湾，我就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批发市场，我直接透过农民，那我可以把整个台湾的这样的农产品的运输的物流都掌控的话，那这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粮食安全会不会遭受威胁？除了刚刚副处长讲的价格、农民的收益之外，还有我们的引以为傲的台湾农产品的品质，会不会因为整个物流在被掌控以后，那这个品质受影响？那消费者当然就应该也会担心。好，谢谢陈教授。处长，许处长，我想2位刚刚提出其实都还蛮清楚的一些疑虑哦。那您要不要回应一下？譬如说，刚刚老师指的是货品贸易，对不对？我们的服务贸易在货品贸易之前就先谈了。那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评估？所以这一次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我们只有开放一下叫做畜牧顾问服务业。畜牧的顾问服务业这个东西，其实在98年也已经开放了，而且它不包括种畜禽，所以我们当时在考虑的时候就考虑得很周到。因为这个产业台湾非常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大陆连兽医的制度都没有建立。他如果来台湾开畜牧的一个顾问服务，我想只有我们台湾人到大陆去开机会大，而不是大陆人会来开。98年到现在，我们开放了很多。其实刚刚老师跟我们许副处长提到的，我们对于零售跟批发，98年就开放了。我们当时第一次在第一时间就开放，所以这4年中间有没有人来投资呢？其实有。我们大概农委会跟经济部这边统计，我有76件的案例，但是它有没有对台湾农业造成冲击呢？我想这个可以大家很持平的去看。站在中央机关的立场，我要跟各位这个乡亲做说明，就说第一个，不要去担心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外资要进来减少了，中资要进来，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我们今天台湾要不要自由贸易化？我们台湾的国家这么小，但是我们的人这么多。如果台湾过去说以农立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差不多以贸易立国。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以我们现在生产的农业的产品的原料也没办法来供应，所以我们应该要自己做好很多的工作，而不是一味的呢把其他的东西都挡掉。如果今天我们的农产品大陆来这边把你们买得很高的价格，我想各位农民是高兴还不高兴？那你说后面会来控制这个市场？那如果要控制的话，现在也可以控制啊。因为我们对于更多的管道，有的仓储对农民的农产品，它事实上是有增加储存。它如果增加很多的设点、经销点，对农民农产品更多的可以去卖。因为大家都会误会，以为我们是开放大陆人来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开放大陆的资本进来投资这个行业，我们还是对它有比例的限制。所以这一点其实大家可以放心。好，可以。陈老师好像有想要回应。我补充2点，第一个，刚刚处长讲说有没有评估，政府当然会说对外有评估，但实际上各位如果去看一下今年的立法院在5月底，中华经济研究院送了一个这个服务贸易协议的评估到立法院，被所有的朝野，包括国民党的立委批评的一无是处，因为那个评估跟没有评估是一样。后来政府要求中经院就在在这礼拜2。做了一个评估报告，它的评估报告只有一个，两岸签了这个服务贸易协议之后，对我们的 GDP 的影响是0.025到0.34%，换算成台币1年不超过3000亿。可是我们刚刚讲开放的这一个影响的产业的产值超过10兆，那它会怎么影响？它应该不是像刚刚许处长讲，是额外的一个。增加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农业的仓储，而是所谓的它会取代我们既有在为农民服务的这些仓储、运输或是零售的公司，因为它进来之后，它拥有的是有强大的资金，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你如果开放它进来了，它是取代我们既有在帮助我们做整个农产品物流的这一些从运输、仓储到零售的这些既有的我们国内的这个厂商，那我想这个要特别做说明。乡亲听到那么多台上3位来宾他们的说法，你们没有什么不清楚，或者说有想要回应的，请举手发言好吗？那我们就是有几点要请教一下我们那个政府的农政单位哈。那你说要开放，你说要开放这个仓储跟这个零售业者，那当然对我们农民来讲，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它垄断嘛。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就是浅碟市场。那在浅碟市场里面，最容易受到什么影响？就是在数量跟市场上很容易被受到控制啊。这个政府如果没有没有办法说提供一个合理的措施出来，那如果说万一造成了影响的时候，那政府要如何来照顾农民？我想这一块，我想政府这边完全没有跟我们说明白。那另外一个重点，我觉得我必须要提醒这个政府单位哈。在台湾里面，我们台湾的经济市场是开放而且是透明的。那我们的所有的法规是根据我们所有的在这个市场上的 run 的那个规则，我们是有透明的法规。那今天好了，我们今天农民到大陆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黑箱子的作业。我们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去那边投资，那如果万一发生问题的时候，那政府又如何来保障我们去那边的投资？就是不知道政府这个2个体制上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我觉得这要提出的这个。请问您是从事什么行业？我目前个人是养牛的哈，我是肉牛畜养的云漳牧场的负责人。哦，你是畜牧业者。是。那这次我们7月10号刚跟台纽签了经济合作协定，那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影响吗？这个当然有影响啊。那我们原本一公斤还有10块钱的那个关税，那好，你现在完全取消，是完全零关税。那原本进口牛肉跟台湾牛肉的价差已经非常的悬殊了，那再加上你把关税取消之后，它又增加这个10块钱的这差距。那大家都知道嘛，价格影响到需求嘛，那你这价格越便宜，当然大家一定会有部分的数量去往这个进口牛肉这边移动。那政府就说，我们我们本土牛肉有做市场区隔。那其实市场区隔是在高端售价的部分。那其实在很多加工品的部分，在很多我们比较次级品的部分，其实面对这个低价倾销之后，一定是会造成影响。台湾是自由经济，你要安怎做拢会使。不过对大陆来讲，一个动作，一个可能的时阵，你有可能你的整个产业就该缩死啊。
最大差别在这里。啊，大陆过来咱台湾，伊要安怎做，咱拢自由，咱拢透明化。你过大陆时，伊随甲你公布一个措施的时，你整个产业就垮掉了。你要安怎甲人拼？咱农委会有相关措施，伫大陆对咱台湾，伫咧国际上一直在打压，咱有相关动作无？没有，咱拢喊吭声的不敢吭声，敢要伫咧牛条来搭牛母尔。伫咧ECFA法进前遐呢，咱国民党会讲遮济为着选举的时阵，讲咱会因要敢买遮济水果，结果水果卖偌济过去，卖水果遐人遐贸易商，等咧趁偌济钱，我都照顾咱台湾的农民偌济。台湾的农业政策在哪里？只有被挨打。我们的农委会提出什么政策出来？咱是不是会当去物件会当卖出去，嘛会当入来？毋过结果咱是一政策一直在讲，叫咱小工，咱农委会对产销有在做啥？敢若有在做着讲，我著甲小工头啊，卖种头啊，卖互我造成这个产销的困扰头啊。农委会甲做这项，叫你卖种，叫你小工尔。小工造成要做的人会艰苦，伤害遮济。你有去思考着阮增加成本的问题无？刚才你们讲我们那个服贸还什么那个政策哈，这对我们来讲哦，百姓无足了解的啦。百姓就要讲政府如果要替咱百姓做主，我今仔生产哈密瓜，我都政府都摕1公斤100，啊，你100钱互我，啊，安怎卖你甲大陆代志？啊，大陆过来食。生产品，因的产品绝对袂使压过我们，伊就各放安尼价格来去削弱咱家己本地咱的农产品，对咱在地咱农民会比较讲较不利，因为咱土地矮嘛，啊，咱的产品拢品质拢优良嘛，对吧？啊，大陆夸你要爱使较济就咱弄来，像蒜头的部分，还有一寡蔬菜，伊那要爱，咱要爱使就在弄来，啊，比较讲安尼讲起来，对咱在地咱本土的。这产物农产品这影响很大，所以阮只敢讲，就阮尽量种较水咧。啊，阮袂到政府同咱保证价格，提出偌济钱，找政府领就好。啊，政府甲对安怎卖是伊的代志。啊，伊要安尼，伊就爱控制比例，啊，是毋是才有照顾咱方面？啊，无咱方面都拢讲起来，食句若生产起来无法够调，吼。啊，若咱咧无通卖，就进口入来。小弄入来，我个来买因的产品买较贵，哦，这是阮在地食的吼，这方面的这心声啦。谢谢。接下来是不是请许副处长哦，你先回应一下？就是刚刚有很多都是产销班的班长，那他们也提出就是觉得政府好像太乐观。那您以地方政府哦，农业处这样子，你们有看到就是 ECFA 之后对农民是不是真的都没有什么好处呢？针对刚才那些班长讲的哈，我是觉得蛮有同感的哈。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刚才许处长讲的，他是说，当然要自由贸易化，然后说我们台湾要开放。可是我刚才就在想，如果我们的家哈，你会把它打开来吗？让随便的人都进来吗？不会吧。因为就像刚才陈班长讲的，大陆对我们就不友善，我们让他进来，一定是对我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才让他进来啊，对不对？才会请他到我们家来啊。哎呀，我可以理解刚刚许副处长说，其实我们有点挡不住，就是你要继续锁国。如果说锁国的话，其实是已经有点挡不住了。就是当大家都在国跟国都在签互惠的这些协定的时候，我们可能挡不住，那一定会受到影响。那农业我们已经很脆弱了，所以你不可能牺牲工商业，所以就是牺牲农业。那我想知道说，农业多少有被牺牲的，但县市政府能够做什么吗？还是都是要靠中央呢？我想应该不是只有经费上的哈，我想真的这是包括以往哈，就是说我们县市政府对，就是说苏县长就任以后，我们到国际去展售。我想在座有一些乡亲都有跟我们到日本哈，然后到那个马来西亚很多国家去展售。那以往的话，大概都是我们自己去单打独斗的。哎呀，那就是在中央部分的话，可能就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把我们的农产品要怎么国际行销的策略，我觉得这在我在县政府这么多年来哈，我觉得这是很缺少的啦哈。对，所以在我们县市政府里面的话，我觉得不是只有说资金的问题而已，我觉得是整个
就是我觉得中央的政策对农业的看法，我觉得说真的每一次谈判的时候呢，为什么都是在牺牲农业？好，这是我们最 care 的事情，就是在意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让利的时候都是以农业，像最近的台纽也是嘛，我刚才讲的，然后就是我们要去开放，都是用农业，然后去给人家让他进来，然后就是让工商业过去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我是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是我们觉得说比较不合的地方。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就要请许处长来回应很多问题哦。刚刚湘青提到很多，然后很多，我觉得就是配套，就是大家好像看不到政府的配套在哪里。我觉得很多的工作是大家一起来。刚刚我也很高兴听到许副处长讲，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困难，中央也有中央的不足。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肉牛的东西，牛肉93%是靠进口。台湾吃掉了将近47万头的牛一年，我们自己生产3万多头。你说有没有影响？我当然知道有影响。进来总是会去抢，但是建立自己的品牌。我们的清淡牛肉面，1公斤卖多少钱？你比我还清楚啊。但是不好的部位的肉做牛肉干，良金牧场卖到大陆的牛肉干打台湾制造，我都把它抓出来，因为我说那个不是我们的肉啊，那是纽西兰的牛肉啊，你只能写台湾制造。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大家要有信心。那政治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想希望两岸越来越和平相处。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政府的配套其实有一点是，我看哪一些农产品，它有能力。有很高的产值，可以说外销，或者说是不是变成我们的配套是这几个，我会重点来辅导他，其他的我可能管不着了。也不是这样想，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农民。当然我们要选择重点。过去我们做的有10大的主要的出口的农产品，33样的产品，这里面刚刚提到了，我还没有回应。98年我们的外销大陆的产值3.6亿。现在已经增加到7.9亿，你说 ECFA 以后都没有影响吗？然后我们的活鱼石斑外销很多，我们的这个火龙果，还有我们的冷冻的鱼类，还有一些畜产品，你们这里的元劲庄就在附近，你可以问问他外销出去了多少，还有的很多的咸蛋、皮蛋，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很重要。那我们也要来盘点，什么样适合什么样的生鲜的农产品有它的限制。刚刚许副处长提到，其实我们的柑园。会员了500公顷，但是真正的是得了黄龙病，所以我们柑橘现在的价格国内也不错，所以当然外销就少。我要跟各位农友讲，咱别再讲哦，外面再要来外销，更小麦再要来外销，我们要有做计划的生产，我们要跟农企业合作，要有产销方面的一些合作的契约，利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把好的产品。把健康的台湾的产品外销到大陆去，这是大家共同来努力的。谢谢处长。处长刚刚提到了我们待会要讨论的农企业的问题，但我想要先请陈教授，您先回应一下。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是很所谓的尚未虚拟，跟农民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我是觉得说，不管因为你的国家的主要政策在贸易自由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回来问的是，我们农业部门里面我们的因应的措施或是策略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就一直有跟农委会建议说，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基本的农民所得的支持政策？也就是说，今天农民你天气好，丰收。结果价格下跌，天气不好，你成本又血本无归，可是又加上贸易自由化，商品价格逐渐的下跌。像比如说我们的灾害一年啊，农业部门在10年前一年平均损失是100亿，现在一年平均损失200亿。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的生产风险这么高的话，农委会可不可以把一年1200多亿里面有800多亿在做补助的预算里面挪一些来确保说，我今天农民如果生产水稻。我的直接成本1公顷6万或7万，我就确保你的6万7万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成本的确保。那我就觉得说，不管你市场怎么变化，你的环境怎么变化，农民所得是可以确保的。好，谢谢陈教授。刚刚教授提到就是有关我们外销，就是也是都是配套的问题。那还有包括说我们要做大，我们要卖到外面，我们要赚到钱怎么做？然后还有小农。我们要怎么保护哦？我们先休息一下，了解下条呢都做了村民台飞的现场。刚才都有讲到讲，
讲几多哦，比如讲俺们想要卖出去，因为俺们同安多国家要开始来抢，也给几多的贸易风嘅协定哦，想要赚钱，大家都想要赚钱，每个国家都想要赚钱。那我们会每个国家都会一直互相签协定，其实这个已经是大概很难避免了，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都想要对方的好处。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就是我们牺牲掉的，很多人都觉得，好像都会牺牲农业。那刚刚处长也提到很多，不会，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可以吞赢边啊，而有信心吗？可是刚刚也有说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企业出来呢？要怎么样可以去跟吞赢边呢？这个政府是不是需要也要出面？这个也包括在配套里面吧？要怎么去牵线呢？事实上，台湾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我们去卖生鲜的原料，就如同刚刚陈教授所提到的，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生鲜的东西去卖。如果今天人家要来给你做一个订单，我们刚好碰上台风，我们什么都不能卖。所以今天我们比较鼓励的就是说，我们不同的策略。像讲咱的芒果卖了真好，咱就继续，甜度有够。咱伫台湾一斤若食100真少，伫日本食2、300足济。我们就要有策略来做，但是不是每一样的产品都是这样。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台湾，我们的特色茶，我们做很多。其实台湾喝的最多的茶不是特色茶，不是高山的这些冻顶啊、乌龙啊，或者这些，我们吃的最多是我们的茶里王这一类的这些饮料茶，每年好几十亿。所以自由经济示范区就是所以加工的意思。这些茶叶，对我们的加工产品是我们的强项，简单的加工这个部分在经济自由区里面拿到便宜的东西，我们就能够来做整合台湾制造出去。所以这个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拿到的便宜的东西，不只是台湾的东西。对对对，全世界的原料，然后免税的进口，我们来专门做出口。那就有配合台湾的农产品的特色，当然就可以把它区隔出来。那我不知道乡亲朋友知不知道，就是我们 ECFA 我们开放大陆可以进来1415项的农产品嘛，那我们有830项是大家可能常听到830，要背包3轰是不开放的，譬如说稻米，就是这种我们有这种敏感的关税的额度的，还有一些我们开放会吃亏，其实直接讲就是这样。那这830项就可以进来啦。我想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货品贸易嘛，还没谈嘛，所以没有人说会不会进来。但是打算是会进来的嘛？没有，我想政府不会这样子来做，刚刚处长有提到自由经济示范区，我有一个疑惑，就是既然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限制人家不要进来吗？陈教授，我针对主持人2个问题，我第一个先补充，就是说农业的 GDP 占全国 GDP 一般都说不到2%。其实农业在生态环境、文化、粮食安全，包括后续的旅游、生态这些加起来，我想农委会有这样的报告，其实是11.2%，占整个全国 GDP。11.2% 是非常大，因为整个石化业的上中下游产业占据 GDP 也不到4%。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农业有很多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生态环境文化的价值，因此在贸易自由化里面，你不能纯粹看它的市场价值。我们经常就举稻米来讲，稻米1年的总产值大概350亿，因为我们1年150万公吨的稻谷，平均大概1公斤20块。可是稻米的文化、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加起来超过2000亿啊。因此在贸易自由化里面是没有考虑这个，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对某些的农产品是不应该贸易自由化。但是针对有关这个所谓的在贸易自由化里面，很明显的，台湾因为农业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每次在贸易自由化里面都牺牲掉了农业。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经济学里面，当你贸易自由化以后，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长 GDP 增加了，可是分配更不公平了，因为我们农业部门是受害，所以在很多的国家呢，都会针对这样的一个贸易自由化里面，针对受害的部门，像我们农业部门，就具体要把所谓的经费提拨到农业部门。那我想跟主持人特别报告，不是说我们农业部门是去要这笔钱，而是农业部门为了让国家的经济成长，我们牺牲掉了，因此我们要有所谓的经费。那这个经费不是说所谓的直接拿到所谓口袋里面，而是让农委会或者是包括地方政府、云林县来做所谓的一个因应贸易自由化的调试。
否则的话，你不可能说在经济发展里面，那得利的永远得利，损失的永远损失。所以我们就特别呼吁说，以台湾跟纽西兰刚签订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许处长也已经在做，很明显的集中的2个产品，就是鹿茸跟畜产业，尤其是乳制乳牛业的部分，你本来就是应该要提拨一笔固定的经费来做所谓的产业的调整或是因应措施，这样如果机制出来了，未来在面临更大的贸易自由化，包括跟美国签 FTA 或者是 TPP 的时候，那当然就更需要有这样的一笔资金来给农业部门做相关的调试。好，谢谢陈教授。我不知道安斗乡亲谈的研究哦，刚有够清楚哎，有没有比较清楚了？就是我们就是要想说，我们就是以后要跟屯配你比矮啦，因为我们就是门户洞开，这门户洞开你好像也很难怪政府说为什么，因为好像很难挡了。那既然是这样，刚刚大家听到，觉得政府有帮大家想配套吗？还是说你们刚刚听到了有什么觉得还是很疑虑，或者我们政府这样做你觉得是不对的，应该要往什么方向？有没有乡亲有什么意见要来提的？对伫台湾这农产品目前来讲，伊讲我捌的到即马已经有60年啊。这60年台湾要牺牲偌久？这点我请问处长，你讲已经牺牲有够济啊？比如亲像大卖场伫咧入来外国人入来台湾，伫咧所做咱的大卖场，伊所有的农产品拢是做伫牺牲打。这点你看台湾是要牺牲偌久？哦，拄则安尼讲，这个工课，台湾这农产品咧生产是这亏性的，毋是讲单一方面讲吼，我规年通你拢伫咧生产的。比如水果，恁讲迄山啊来讲一日是一开尔呢，一开有几工可能收成，一个农民有几工可能就是讲，这样山啊慢偌久，这物件要销售偌久，所以伊直接就。包括这农产品，拢是一个这亏性。这亏性是要安怎生产？伊有哪讲啊？我大陆所有要爱，我有哪讲陆续，逐项拢，逐个月、逐礼拜拢有哪出这个蔬菜。这点应该大家是相当的考虑。啊，所以讲以农民来讲，甲这目前是到底台湾的农民要牺牲偌久，才会当成就，会当生存在伊的活力。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台湾的农业出现什么问题？台湾的农业是弱势吗？农业是弱势吗？咱看到荷兰，咱看到美国，农业伊要甲咱签的时阵，因是用农业来压咱呢。奇怪，人的农业哪会比咱较强？咱捌去思维过无？咱定来讲一句话，咱生产无问题，咱生产足厉害，咱台湾生产技术一流的。但是我问一句话，甲我教授讲着一句足好的：日本市场咱一直摕落来。台湾的农产品足好个啊，咱行销出问题，咱因为行销去互遮贸易商来咱落条咧，所以咱行销出问题。好，我讲几下哩，我5年前我去日本市场的时阵，我问一个经理，大市场的一个经理，拍卖市场，我讲你对台湾的叫法有啥物评价无？你会当来我讲一下无？迄个经理想3分钟，伊拢无我讲，我讲啊是安怎？伊讲我无法度对恁台湾的叫法做评价，我无法度对。马来西亚的菊啊，我都对哥伦比亚的玫瑰，我都对迄个其他荷兰这个国家来做进口国家来评价。恁台湾的菊花我无法度来评价。我讲是安怎？伊讲一句话：恁有的时阵一堆，无的时阵市场无看到恁的货。大家知影问题无？大家知影问题哦。我即摆吼，我是生产杨枝羹，我规年通天拢总是杨枝羹。为什么？我感觉讲，我爱规年通天拢总有这样产品。我逐工都咧出这货，我是变做一间工厂，我是一个工业的生产，市场绝对会知影我，伊要爱杨枝羹找啥？找我，这是一个观念，但是我希望政府的方向嘛爱出来，就是讲你的政策，就是讲要安怎？咱即摆拢讲设备，但是咱无讲到效率，咱的设备是用上简单的方式去做啥？去做生产。但是咱即摆未来，咱需要是啥？有较好的设备，用效率来做生产。咱有足侪机械，咱有足侪自动化，咱有啥物？爱要咱即摆农业内底，互咱的环境内底，以早咱是讲靠天食饭，变咱来靠设备来趁钱，这是一个投资。所以一个农企业，我嘛希望政府伫农企业内底，伊嘛要有一个观点，就是讲
咱劳工即马农业内底请无人呢，3K 产业，但是站在引进外劳的过程，未来有没有可能？无你无可能去划农企业啊。到第二项，你银行的资金要哪一摆？你要引进资金，非常多的问题。第二，你要这政策要一个完全成熟的，而不是说干那讲未来农企业啊怎么走？我是专门咧种这洋香瓜啦，洋香瓜伫咱的一个法招收清单吼，是第一期伊就开放，有啦，伊有开放做生意，有开放都无甲咱买啊。大陆买咱有足少的，可能是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啦。伊就甲买一个意思，哦，我大陆。我你买恁台湾的洋香瓜，买偌济？占阮的生产才偌济尔，啊，搁占咱外销市场才偌济。因为阮有外销，阮当然家己的农民无可能有迄能力去做贸易做外销这工作。但是足济是贸易商来甲阮买，啊买结果销去倒？新加坡、香港占大部分啦，中国大陆一丝丝啦。处长讲咱的服贸协议这吼，伊讲啊，这处长讲啊真好，伊讲大陆。袂占咱的迄个就业机会啦，袂占咱的市场啦。伊大陆敢要资金，啊，资金啉咧困，啊，资金怎啊？资金就头家，头家我惊头家钱第我落地啊，我惊要叫啥？叫即个生产合同，叫迄个生产合同，啊，剩我买，啊，这就怪白听我的话啊。所以资金是比啥物较重要。我用资金让命令你甲做啥物？我当用资金甲买你的物件，要买啥物？这就是。你干资金之外，你嘛来考虑讲伊整个对咱的市场这垄断的情形哦，这嘛是算真严重吼。咱甲大陆来签这个一科化时，阮即马拄到的就是很多的瓶颈。今仔日就讲，台面上讲有签几百件都可以进去的到大陆，真正阮的物件要走到大陆，都是寄在门口。是安怎讲寄在门口？我本身是做乌鱼子的加工者，即阵目前沿海所进口的每个港口所规定的都是不明确，它的规范完全都是不明确。哦，现在我们一直在走，想要走农企业，跟产官学结合，但是今仔日有时候我感觉讲，我们政府单位都是喊一个口号，真正我们要申请农企业。迄门槛哦，比山还高呢。我跟他为着要走农企业走了10年了，还是原地踏步。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就请处长来回应一下？我也希望大家整合力量，包括刚刚杨基耿这位先生也讲得很好，你只靠一个市场不行了。大陆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把所有的东西丢在那里。对吧嘛？我就会讲咱的洋香瓜，洋香瓜确实。农产品起落落，但是好的品质，咱嘛不是跟他来买日本很多地方，但是你要卖到好的价格，人家对你的要求也特别多。有的国家咱冷藏冷冻就去啊，有的国家讲袂使哦，爱派检疫官来哦，爱一个蒸热哦，蒸热到46度哦，爱几点钟过冷却哦，咱的成本增加足多，所以一定要把产品跟我们的要去的这一些。做一个很详细的盘点。处长，我们再来。刚刚也有乡亲提到，就是也想要弄农企业，然后我们刚刚也提到很多，就是小农每个单打独斗，有些真的很厉害，他就是可以自己。我不认为每一个产业都要自己从头包到尾，这会害到农民。要跟人家合作。那怎么合作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些企业它有这个能力。我举个例子来讲，最近我们跟德国的罗曼公司签了一个。罗曼公司全世界第4大的这个家禽的疫苗的时候，我们跟德国人愿意来这里投资，他看的是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的疫苗的技术跟他合作，就可以卖到全世界去。这个就是说，农企业过来，农企业将来应该是站在第一线，能够市场的价格风险他们来承担。农民这边，他应该要给农民一个固定合理的这个价格。那这样子来做的话，我们自己就结合成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当然政府跟地方政府大家还要来努力啊，还跟我们学界大家努力，怎么样把这个平台建构好？这一点我在这里做说。好，谢谢处长。我们再请一位乡亲好吗？斗南农会的推广股长。咱进口，咱一定要面对，这是无法度避免的。
但是咱就是爱改变家己啦吼。近年10年来中啦吼，就是咱休耕足济，所以农会这边呢，我就开始呢，农会甲迄个休耕地甲伊收入来，1分地较早拢1万块，即马8千收入来。啊，农会这边就是呢，就是来招考遐少年啊，一个人我只要10架、甲20架、30架，互这个人做。啊，咱迄个改良场，咱南改场就开始伫教训练。吼，啊，伫这个中呢，咱开始着做啥物？要甲市场区隔。吼，也是讲要选择这个农产品。伫农会这边呢，阮是选啥物？选会使冰的，会使长期储存的，就是选马铃薯、红菜头这2项。因为这2项呢，一年生产一遍了，下淡冷冻库用长期呢，长期来供应啦吼。啊，头拄仔咱迄个有一个农友嘛讲过，是安怎行销员要买咱的，就是讲咱1年12个月，咱拢有法度逐工出去，咱的客户就袂走失啦。吼，啊，过来讲做红菜头物件呢，伊会使呢，伊会使出口，啊，嘛会使倒来储存，佫会使做加工。吼，马铃薯嘛共款啊，所以农会伫这10年来讲，会选择的作物就是讲，伊会使怎么样？就是讲长期储存啊、加工啊、外销，也是讲取代进口这个方面，来选择这个农产品的项目。好，谢谢，非常感谢，谢谢。接下来我想要请问副处长啊，就是您刚刚听到那么多乡亲，就是提出他们的意见，您觉得你这样听下来啊，县政府之后的农业的方向的政策有需要改变吗？因为我听起来其实会觉得，它跟我们以前觉得农业是很基本的需求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了。它就是，譬如说斗南农会刚刚股长说，我要选择一些。就是它的概念已经是商品了，我觉得啦，我不知道我这样想象对不对？就是它跟我们觉得的，它是很底层，然后我们应该维持基本需求，这个想法已经不一样。我们就是你说只是为了要赚钱也不对，但是它已经有点变商品了。那县市政府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回应教授说。是这个方向是对的吗？我们云林县政府的话，除了我们的生产的设备方面的改善，我刚才讲的我们的温网室、我们的容积，包括我们的加工的部分，好，我们从1级、2级，然后到3级产业，包括我们的休闲农业，好，那这部分的话，我们都在重视。我们希望让农民有更多的管道，好，然后去行销他的东西，包括我们从他的那个产品的包装设计的部分，我们都在提升哦。我们希望说，因为我们在仿效，你看日本的产品，就包装得很漂亮，一看消费者就喜欢。所以我们自从我们打着农业首都的口号之后呢，我们从很多产制销方面，我们都一直在想要如何帮助农民。所以我想未来我们云林县政府的政策还是会一直的，就是说如何来帮助农民，好，从那个安全农业的生产啊，还有就是说到最后的人家讲说从土地到餐桌啦，应该这么讲哈。这样一连贯的产制销部分呢，我们都会来协助农民，来帮他们建立好更好的品牌，把我们云林的品牌，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云林品牌带出去哈，然后帮我们的农民在国际来做行销，让全国际的人对我们云林的农产品是有信心的，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好，谢谢陈教授，您刚刚听那么多乡亲的意见哦，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担心太多了，还是说你听得完更担心？其实我们所谓忧虑，是因为我们不是说每一项农产品都是全部要所谓的走农企业化的经营，应该是回去了解我们农业的基本特色。如果你发现到我们的农民的平均年龄是61岁，我们的农地不断的被细割的时候，我们是认为说有些的产业像畜产部门。它可能是比较可以做所谓的上中下游的垂直整合，从饲料到整个种鸡或者是种猪，然后这样整个生产到最后屠宰，它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所谓农企业化的一个经营。那现在也在做了，可是你去看更多的农民，他是种所谓的小型的一个农地的蔬菜水果。那这个部分有些是可以从事所谓的有机的农业生产，这个是国外的农产品绝对没办法去取代我们的。另外一个针对大宗的这个蔬菜水果，那比如说农委会里面做比较成功的就是所谓的良知米的产销专业区，它现在有15000多公顷是种稻米，参加良知米产销专业区的农民是跟营运主体契作，它每个契作价格是高过政府的保证收购价格，所以对农民就是一种保障。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如果其他方式也可以采取契作的方式，有些是采取
所谓的那个环境友善的这种经营方式，而不是说所有的农产品我都要来做所谓的农企会，那是不可能。ECFA 已经签3年了，那国家可能会再做总体的经济的评估，比如说原来说会有26万的就业，有没有出现？我想，我也觉得说农委会或许也可以针对两岸的这个贸易里面，再做一个总体农业部门的评估，那来找出说我们有潜在的优势出去的产品，有哪些产品是我们要做调试，要继续因应的，或者如果持续下去，我们当然认为说贸易自由化如果把过去20年时间拉长，都是对我们农业部门是不利。那这个不利是统计数字所呈现，而不是说我们只是所谓主观的忧心而已。好，谢谢教授。我们接下来好像有乡亲想要发问是吗？还请。我当班长已经2年了，很多场我那贸易商跟我接洽过，大家好，说不定假如说下个月好跟你讲1公斤50块吧，哈，1公斤50块，但是到下个月我们台湾的市场他会去调查，他的市场剩下20块，他有可能50块帮你买50块吗？不可能，还是有外销没外销对我们农民一点帮助都没有。还有一点，我们每一年都有进口很多的洋香瓜。果菜市场那边有信息给我们，农民你们什么时候有洋香瓜，尽量把它采完，到市场去供销，然后到差不多在10天20天，进口的就进来了。进口进来，我们就一败涂地。我刚才讲洋香瓜，今天如果有个贸易商来到我们备乡要来采购我们洋香瓜，绝对1公斤不会超过20块，品质你都好。我刚才讲过，在我们台湾不到20块啊。他为什么要超过20块给你买？这是不管 ECFA 还是我们福茂，对我们农民真的一大损失。台湾的市场你搞不好的话，你我怎么去搞外销？我跟你讲，根本不可能外销。我跟你讲，贸易商也是20块啊。从我们开始讲福茂到现在，洋香瓜这个数量都是可以上网去看的，每一天平均价格都17块。今天最惨，我们一个农民才2块钱，真的很惨，这我们的农民很悲啊！这为了我们要增进我们的贸易顺差来吸收我们农民，政府这一点是台湾，如果我们这一代农民还不能跟着下去的话，我们台湾以什么跟到国际跟人家竞争呢？你台湾人要到要死也都无物件好吃，你是买顿啊，人家你讲台湾已经无人好做啊。当然你较贵行买啊。好，谢谢这位大哥，谢谢。刚刚这位大哥其实讲了，其实他又回头问了一样的问题，对不对？就是他遇到的就是很基本，我们国内搞不好怎么去搞外销？那这个跟刚刚很多乡亲已经直接讲到往外的市场其实是不一样，他们直接遇到就是别人的就进来啦，就是影响到他。那我们是不是时间关系，我们也请3位来宾回应，然后顺便做结论。先请处长好吗？面对国际的自由化，我们不要说不重要。事实上，我讲一个最简单的，菲律宾的香蕉销到日本去0关税，我们的香蕉去10几% 的关税，要不要去谈？当然要谈。所以自由化不一定都是负面，当然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也要跟农友好好的来合作。如果政府跟农民不能够合作，那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农民都没有办法成功。所以这一点我也很坦诚，也感谢今天呢大家提出非常多的问题，让我们政府机关呢更加的来检讨我们做的不够好，也请大家包涵。我们做的好的部分，也希望大家给点掌声，谢谢大家。我是希望是说，在我们地方政府这么努力的情况下，哈，然后我们一直希望是说，中央的话也能够有一个比较宏观的，好，因为我们在地方政府，我们所能顾到的只有我们云林县的农民了，哈，因为今嘛有这嘴其他管区农民，蛮羡慕，就是说我们云林县有做这么多的政策出来，哈，那可是问题是，我们要照顾的是台湾好这么大多数的农民，如何呢去对外的竞争力要提升？我想这才是我们所关切的哈。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一起来打拼，然后希望我们台湾的农业还有更好的未来。谢谢。好，谢谢陈教授。我想今天的主题核心跟贸易自由化很有关。其实贸易自由化在全球里面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所以大国当然是拿的好处比小国多。放到一个国家里面也是，部门里面当然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所以农业部门整体而言是损失的。那当然不排除有少数几个产品它是增加。所以回顾过去20几年，水果的实质价格都是下跌的啊。
我们的生产成本、农药、肥料是在上涨，所以我们农家的所得是在下跌，我们的粮食自给率是在下跌，我们的农地是不断的在移出啊，这个都是因为贸易自由化。所以在这样的趋势下，可是整个台湾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走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政府的因应的这个措施是要具体而且明确。那刚处长讲到一个很重要，其实台湾农产品有它的竞争力，我们不怕我们的品质输给其他的国家，问题是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时候，他可以确定他买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内农产品吗？当然这个部分就是政府要做，这也是一个因应措施之一。那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所谓的农民的所得支持政策，我们的作物或是保险政策，这在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美国都在做了。那我们认为说，如果这些政策都有具体在因应，而且告诉农民的话，我们不认为说贸易自由化会对我们农业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好，非常感谢教授，也感谢安度乡亲今年的感恩，今年的村民太肥路多呀，感谢大家的收看，感恩再会。